时间是1949年，土黄青年林秋祥，逐工拢会去树林台北高中读册。伊个性真认真，毋但是厝内兄弟姊妹的模样，嘛是学校的风云人物。但是有一天，歹运降临伫伊的身躯顶。迄天半暝，有人来因兜叩门，叩甲真紧真出力。迄当时是林秋祥的老爸去开门的。三更半暝，伊也毋知讲会发生什么代志。林家的大厦厝真深落，秋祥的老爸偷偷行去上尾间的房间叫后生，问无几句话，秋祥就互人掠走。自遐起都毋捌阁倒转来啊！林秋祥互人指控是共产党的人，讲伊是干部，专门组织学运，要对政府不利。自安尼，嘛无确实的证据，伊就掠入去加压。想卖简撇云真思念阿兄，伊伫台北学洋菜，伊会趁有闲的时阵去看守所探望阿兄，但是毋捌甲阿兄面对面讲话。敢来当远远个头看，确定讲伊有平安。秋祥互人了解的时阵，女朋友已经有身啊。1951年1月，囡仔出世，票云毋敢讲阿兄秋祥无看过后生，都带阿兄的女朋友抱到红影去看守所看阿兄。林秋祥将红影个号名叫做林一基。伫同迄年的10月，林秋祥被处死。迄是一基甲老爸头一摆，嘛是最后一摆见面。若是思念，就伫公司大舞台